这次台风好恐怖啊！200个风采肯定影响，200个风采肯定影响。我们家整片田市都落果了，我屋后几片嘅天气都跌下來，我屋後幾片嘅天氣都跌下來。是啊，俗話說7月下雨又起風，10個甘願9個空。係啊，人講7月落水如起風，10隻甘願9隻空。係啊，人講7月落水如起風，10隻甘願9隻空。聽起來損失很大呢，這樣還能賣到市場嗎？聽你講來損害動態，安樣還如何去市場賣麼？聽你講來損害動態，安樣還如何去市場賣麼？沒辦法，太小顆，賣相不佳。冇法度，聽誰家賣相唔佳。冇法度，聽誰家賣相唔佳。阿婆，您有申請災害補助嗎？阿婆，你有申請災害補助嗎？阿婆，你有申請災害補助嗎？是的，我今天就要先來辦理地籍謄本。係咩？今半日我愛來辦理地籍謄本。係咩？今半日我愛來辦理地籍謄本。好，請問登記名義人是誰？知道地號嗎？好，請問登記名義係乜人？地址號麼？好，請問登記名義係乜人？地址號麼？就是張坤旺這筆，就張坤旺兩筆，就張坤旺兩筆。單一筆就好了嗎？是啊。單筆就好係麼？係啊。單筆就好係麼？係啊。請問有權狀嗎？如果有權狀，可以直接影印。請問有權狀麼？係有權狀就得直接影印。請問有權狀麼？係有權狀就得直接影印。不好意思哦，因為剛才急着出門，沒找到權狀。拍攝，因為頭下緊速出門，冇簽到權狀。拍攝，因為頭下緊速出門，冇簽到權狀。沒關係，這次就先申請謄本，請您提供身份證跟印章。冇要緊，了解就先申請謄本。你嘅身份證老人呢搶不挨？冇要緊，了解就先申請謄本。你嘅身份證老人呢搶不挨？好的，這邊是我的證件，我要申請這個地號。好，兩邊係我嘅證件，我要申請兩隻地號。好，兩邊係我嘅證件，我要申請兩隻地號。阿婆，以後如果有要申請補助，用權狀的影印本就可以辦理。阿婆，假使還擺要申請補助，用權狀嘅影印本就做得辦理。阿婆，假使還擺要申請補助，用權狀嘅影印本就做得辦理。謄本有壓時間，怕期限過期，您以後還要再多跑一趟。謄本要按日期，驚怕期限過期，還擺你要限外加走一年。謄本要按日期，驚怕期限過期，還擺你要限外加走一年。這是您的身份證和印章，先還您。這係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，先還你哦。這係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，先還你哦。好，這樣感覺便明許多呢。好，安用感覺動力片。好，安用感覺動力片。謝謝，您不嫌棄。這裡是你申請的地籍謄本。是麼？你冇危險。這係你申請嘅地籍謄本。是麼？
你冇危險，也係你先搶解提10天本。一份藤本是20元，幫您放在這個袋子裡。一份天本20元元，讓你別漏了隻台度哦。一份天本20元，讓你別漏了隻台度哦。謝謝你哦，石墨兒，石墨兒。阿婆，這樣程序完成，給您一張我們的名片。阿婆，安用超時萬先咧，我哋嘅名片本中意。阿婆，安用超時萬先咧，我哋嘅名片本中意。上面是我們的電話，有各科的分機。當背係我哋嘅電話，有各科嘅分機。當背係我哋嘅電話，有各科嘅分機。如果有什麼問題，都歡迎打電話詢問。係個有乜嘅問題，歡迎打電話來詢問。係個有乜嘅問題，歡迎打電話來詢問。請問還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？請問還有乜嘅需要聽書嘅麼？請問還有乜嘅需要聽書嘅麼？謝謝你，不必啦。石墨兒唔是咧，石墨兒唔是咧。謝謝，請慢走，路上小心哦。是麼？順行哦，路行成意哦。是麼？順行哦，路行成意哦。